裝修程序同以前分別唔大，但係裝修物料都要與時並進。嗱，而家買翻嚟嘅配件啦，比起20年前確係有好大分別。例如係燈飾咁啊，以往啦大家都係追求歐陸風嘅吊燈，而家咧就唔同晒啦，以簡約為本。但係唔好以為簡約就等同於更加容易啊！隱藏嘅燈帶、盒仔燈都要喺裝修前期預先思考，揾出合適嘅地方安置。裝修要度身訂造咧，大家都好想突顯啲特色出嚟嘅。咁啊，除咗透過家私攞特色出嚟咧，要睇到呢啲特色，咁啊好靠照明啦。喂，照明好緊要，喺裝修嘅美感上咧，或者設計上咧，光線利用咧係非常之緊要嘅。嗱，好似我哋後邊呢個電視特色牆咁樣啦，要做特色牆嘅效果咧，通常咧都用呢啲滲光效果咧去增加個氣氛啦。又或者做一啲燈槽啦嚇，去令到成個樓底咧睇落都高啲嘅。咁所以咧燈光嘅技巧運用咧係非常之緊要嘅。燈槽呢啲就屬於叫做間接光源啦，即係唔係好似以前我哋傳統一盞吸頂燈嗰種做法。係啊，嗱，間接光源燈槽啦，又或者譬如電視特色牆啊、鏡櫃背啊，咁好多時咧而家都興喺家私度咧做好多啲燈帶喺度嘅，咁有氣氛之餘咧，亦都可以達到呢個照明嘅效果。咁大家都中意間接光源，咁我哋傳統嗰啲直接光源其實係咪設計上唔得咧？咁直接光源唔會 outdate嘅，咁反而咧大部分人咧，譬如房間啦，都會裝翻眼正常嘅吸盤燈嘅，因為咧如果你假設調翻轉啦，我真係做燈槽啊，做呢個間接光源咧。咁你咪首先唔會去調校得到光暗啦。咁你譬如你想睇書嗰陣時光啲，臨瞓嗰時咧暗啲咧，咁其實簡單啲裝眼吸盤燈可以校光暗咧，就成件事就最簡單，成本咧相對都會平好多。咁當然啦，唔可以成日都咁柔和噶嘛。如果太過柔和咧，就冇乜焦點啦。咁我哋一啲直接嘅燈光都可以能夠帶起嗰個主題。係啊，直接光源都有氣氛燈嘅功能㗎。譬如一啲 spotlight 咁樣啦嚇，spotlight 射住幅畫，或者行入房嘅走廊咧，如果用 spotlight 咧，咁其實呢個射燈咧，亦都帶出一個氣氛嘅。嗱，又或者飯廳裝一啲吊燈啦嚇，一個個波咁樣發光啦，咁其實都有一啲氣氛嘅效果㗎。要成間屋有個氣氛啊，除咗有直接間接光源幫到手咧，其實當中嗰個顏色啊都好緊要啊。有時用白光，有時用黃光咁樣。係啊，色溫係好緊要㗎。喺裝修成個美感啊設計上面咧，燈光嘅色溫咧係影響得非常之緊要嘅。嗱，如果想浪漫啲、高級啲嘅，咁可以揀黃光嘅燈光啦，3000K 度啦，咁就有啲氣氛嘅。咁但係好多人咧都想間屋光猛啲、精神啲、自然光嘅感覺多啲咧，就會用翻米光。咁米光4000K 嘅色溫，咁咧就會好過。唔好諗住咧就精神啲用白光喎，白光6、7000K 咧其實幾俾到人冰冷嘅感覺㗎。咁太殘眼、太冰冷咧，其實喺住家方面咧係唔係咁理想？即係最好都係用翻4000就夠啦。係啦，4000K 嘅米光。咁會唔會有啲人真係會用白光嘅咧？嗱，白色的確喺住家係少用嘅。咁因為白色 LED 光咧就通常會喺商業上邊，譬如話做文件啊，咁喺 office 就會用白光。咁但係喺屋企咧，建議啦，除非你喺書房度真係要睇書啊，做工作上嘅嘢啦，又或者出街照衫咧，想真係照得好清楚嘅，咁咪局部地方就裝白光燈咯。咁但係咧要知道喎，而家通常係 LED 燈啊嘛，咁 LED 白咧就會有一種冰冷嘅感覺嘅。咁太冰冷咧，其實咧喺住家入邊呢個效果係唔係咁理想嘅，尤其是譬如你個 LED 白裝咗喺廚房、廁所咧，啲污跡都特別明顯嘅。